心灵太鼓，心灵乐太鼓。 太鼓啊，它的太鼓的方式呢，跟一般的太鼓是不一样的哦。你看到它爵士鼓的看看，啊，这色彩呢非常的厉害，它是这边啊，它是这一边，有一点西洋音乐的艺术啊，艺术啊，三优一大啊，三优一大。 代理哎呀，为了代理啊，新娘文化中心，然后带点信号，然后然后时间过呀，这个听着歌声，就是你们本身的时间。 我们各县的承办单位哦，我们全大地方都是有一直有我们体育委员义师正义团的委员会哦。国家吹起来好不好？哦，国家来吹起来，哎，这耍个愈精彩哦，头拄即马是拍2粒鼓哦，等下搁要拍3粒鼓哦，一个。